香港每日樓市點評2026年5月12日，香港新盤市場持續錄得高價成交，黃竹坑站上蓋一期進玩，項目餘貨已買少見少，近月更接連售出3個頂層天台特色戶成交，計2星期前售出2A 座42樓 A 室頂層連天台戶，尺價達43,907。昨日再售出另一個連天台特色戶，剛售出2B 期42樓 C 室，足3房1套間隔，實用面積1057方尺，連600方尺天台，望開陽南朗山景，以4700萬連車位招標售出，尺價44,465。有家旅、順治及太古合作發展黃竹坑站海盈山4B 期，昨日亦推出首張銷售安排，將於本週55日開始以招標形式發售，合共34伙，分佈於第1A 座的 A 及 B 單位，以及第1B 座的 A 及 B 單位，涵蓋4房雙套房連工作間及洗手間、4房1套房連工作間及洗手間，以及3房1套房連工作間及洗手間。以上，香港地產最新訊息由世紀21香港C21HK提供。